我哋又一齊做站立式普拉提啦。做嘅時候請大家留意呼吸，每次呼氣都要將核心收緊。好啦，而家我哋就開始啦。呼氣，拉直個身，收腹，再呼氣，手喺前面打圈，引導身體逐節收緊向前彎，雙手掂地，吸氣，望前面地下拉長上身，呼氣，腳掌離地，腳踭做支撐，收腹，重心後移，伸展大髀後方，吸氣，腳翻原位，呼氣，再用手勢引導身體逐節伸翻直上去，吸氣，呼氣又重複動作。做動作嘅時候要用多啲想像力，身體要一節咁上落。呼氣，雙手指住個肚，收腹，重心後移，雙腳微曲，再呼氣，將上身同埋隻手轉向側邊，眼望後邊隻手，吸氣，手腳翻原位，呼氣又重複。我哋都係用手勢引導收腹，將重心後移，重心唔係放喺膝頭哥，做嘅時候都要保持身體穩定。轉身嘅時候要保持盤骨向前，望後邊隻手係可以令身體轉多啲嘅。呼氣收腹，提腿，雙手放喺大髀下邊，再呼氣，打開雙手，再呼氣，雙手放喺膝頭哥嘅上面，吸氣，手腳翻原位，呼氣又重複動作。呢個動作單腿嘅時間比較長，同時雙手亦都會喐來喐去。如果要保持身體穩定，腹肌就要收緊啲啦。遞起一隻手，拉直個身，呼氣收腹，另一邊嘅手腳伸直向前遞起，再呼氣收腹，手腳伸直向側指，再呼氣收腹，將手腳伸直向中間指，吸氣，手腳翻原位，然後轉另一邊，呼氣繼續做。手腳有固定路線去移動，身體要保持穩定，同樣亦都要腹肌收緊啲嘅。緊握拳頭，呼氣，將兩隻手向胸前用力拉埋，同時收腹同埋提腿，再呼氣，將提腿腳向側邊指，然後上身同埋隻手向相反方向轉過去，眼跟住隻手望，再呼氣，將隻腳拉返嚟前面提腿，雙手向返正面，吸氣，手腳返原位，呼氣又重複動作。做呢個動作亦都係用手勢去幫自己收緊啲個腹部，同時轉身嘅時候，雙手要用力向側邊指，隻腳要撐直，伸展腿部。雙臂貼身，緊握拳頭，呼氣收腹，提腿曲手踭，再呼氣收腹，將隻腳指去側邊，雙手打開，再呼氣收腹，雙手貼翻身，曲手踭，同時隻腳拉翻埋嚟，提腿，吸氣，手腳翻原位，呼氣又重複動作。
做呢個動作嘅時候，亦都要保持身體穩定，收實個腹部。曲手踭嘅時候，雙臂貼身，更加能夠收緊手臂同埋上背嘅肌肉。示範又做完啦，如果大家有問題，歡迎留言問我㗎。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